咱的乡亲这几天若安排要出去佚佗，上好就爱抹迄个防蚊仔药，因为即摆这个时节都是红虫甲蚊仔上侪时阵。国内目前累积的红虫的病例数有116例，这个蚊仔引起的日本脑炎有4例。另外一件事嘛来提醒，嘛一定要做好着卫生甲清洁，因为这个鸟鼠引起的汉他病毒嘛已经有7例了，甲最近4年同期比起来嘛已经创新高。 过路鸟鼠无人欢迎，大家就想要拍。今年统计到6月2日为止，已经有7例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甲最近几年来同期比较起来，加真济。最近一件就发生伫屏东，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伫6月7发烧、胃寒、落瀉，规身躯酸痛。 去找过2摆医生，后来伫伊做事的地点，甲伊徛过抓到11只鸟鼠。病毒的这个属汁它的排泄物里面可能就含有这个病毒，那有可能因为接触或吸入这个排泄物的这个造成这个飞沫而造成感染，一定要用这个漂白水去做这个消毒。 热天时爱注意的问题，还有红虫，因常爱秘伫草埔内面，搁找机会爬起到人类也是动物的身上。 可以家己所在会健脾，伊的症头都开始甲流行感冒差不多。发烧、畏寒，那可能有一些肌肉酸痛啊、头痛这一些类似流感的这个症状。典型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就是他在发高烧之后，可能会有出现这个全身出红疹的这个情形。如果没有经过抗生素治疗的话，它的其实是有致死的可能的。 另外，热天上较互人苦恼，还有蚊仔。透过蚊仔传播日本脑炎，伫每一年6月份进入高峰期，提醒乡亲若出外时，蚊仔水加减喷。对不对？